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善溪。温润月地，婉转长歌。玲珑锦绣，一梦百年。赏心。美景。良辰。乐事。3个字啊，要快！师兄，好奶奶好，继续。名家荟萃，熠熠生辉。神仙眷侣，满台绝色。时光变幻，梦里桃源。一出好戏，不负江南。嘉山秀水，梦里桃源。九曲善溪，横贯其中。委婉清丽的越剧就诞生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它因时而生，因时而盛，因时而变，因时而新。今天就让我们在这方古戏台上，为您解读越剧100余年的时光密码。清咸丰年间，嵊州农民金启炳创造出了有领唱、有帮腔的四宫合调，沿门唱书深受广大农民喜爱。到同治年间，演唱走进厅堂、茶楼，称为落地唱书。再后来，唱书方式从地上走向台上，成为走台书，连阿调也应运而生。这一时期，落地唱书、沿门唱书、走台书并存，通称落地唱书。它的流行也为越剧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三月个春暖和风啊起，姑娘开窗吃下地。遇上长街来住啊的，1、2、3、4、5、6、7呀，公我爱上菜呀是公菜，莲呀么莲花落哟。莲花落呀么莲花落呀么莲花落莲花落。谢谢精彩的表演，谢谢。欢迎越剧名家史继华先生。史老师啊，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情景还原，好像一下穿越了哈。对，您会想到什么时候的演出？这个呢，就是从1906年3月27日，在东方村呢，就是袍筒搭起来，有乐队有唱，那么唱的内容也有情有节的，跟过去的老调不一样。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开始成为小歌班、滴咚班，滴咚班就是用那个竹筒滴滴咚咚，
靠的笛多半。伴奏的乐器。伴奏乐器。我们说现在的人经常会说女子越剧，对，其实不然。其实不然，因为当时女子不能抛头露面的，所以你看京剧4大名旦全是男的，所以舞台上演出的演员全部是男的。所以越剧也是男班。后来1919年把剧本加工，然后呢服装各方面就有加工，再加上一些演员呢又年轻漂亮，扮花旦的很漂亮的，男班就站住脚了。站住脚后来因为呢他们满足于生意很好，赚到钱，穿的布衣服换了绫罗绸缎的，那么好了，生活上堕落，舞台上也不改革，也不对，那么后来就垮了。1923年，就这个地方，施家凹，那么男班的演员，他们招了一批全女子，因为受了上海京剧猫儿戏的影响，所以到家乡呢招的全是女班，因为女班的成本低，为什么呢？女孩子呢到场啊，淘汰的少，没有那么明显。哎，我们男的10个里头可能9个10个就到场了，就培养没嗓子了，哎，就淘汰了。那么他们就到上海来了，这个地方开始就是女子越剧在上海生根发芽了。感谢石老给我们做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最早从这个男子越剧到现在的女子越剧，再到后来的男女同演。那最早我好奇的是，刚才也看到舞台上的情景再现是3个老艺人在演唱，那个时候都演什么剧目呢？那些都是比较，我们现在说起来都是生活小戏。生活小戏，哎，比较简单的。那么后来逐渐呢，就是男班1919年到上海来，就带来《碧玉簪》这种戏。碧玉簪一直流传到碧玉簪就流传到现在了。哎，我记得除了《碧玉簪》之外，好像还有一出戏，从最早的男班演员演出一直流传到今天，那就是《九金姑娘》。这个戏保留到现在，还是用当时笛多班、小歌班的形式演出的。那您觉得，无论是《九金姑娘》也好，或者是《碧玉簪》也好，一直流传到现在，它的原因是什么呢？碧玉簪，我们应该分析，就是旧社会妇女受压迫的。那么这个戏里边呢，就反映了那个家庭伦理性。到最后，老公向她下跪，对吧？开始冤枉她，下跪了，好像老百姓，特别妇女同志出了一口气吧。它是又引起了共鸣。像九金姑娘也是歌颂一个女孩子聪明伶俐，斗到那个地主，也是为老百姓出气了，惩恶扬善，所以引起了共鸣。所以这种戏呢，一直流传到现在。好的剧目、好的剧本、好的演员，都要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达成一个共识。那今天在我们嵊州，在这样一个古香古色的舞台上，咱们再次来看一看《九金姑娘》和《碧玉簪》，好不好？一起来欣赏，来，掌声欢迎。娇泪当把爱情故，断层塔，多送篱笆不离我。
是苦梦，谁知他怒气冲冲动是手，他是不理不睬，哦摆不，我不明不怕谁为呀求，可怜我与满腹的委求相随诉。枉费了我一片心宽起来，今世夫妻难安。耳听得叫泪当三更，一声那声已经。见那冤家，他身上的伞都当破，他今夜岂非要随我人？我啥事叫他去情？那冤家私定不见好意，他反见怨恨。要是他随了风，怎能了平交秀英？
我墙头来没一记手，一河龙为边牛，我墙头来一记斗，一碗青丝边碗酒，我墙头来一记枪，枪着碗头年是呀，呼哈将，垃圾啦喇叭响，早起早啊早路早，王上泥鳅不算脏，天罗罗是臭两样，老婆女那汉菜黄啊，加一碗没钱账，我墙头来炒一炒，一上一四切分了，切分了我墙是上扫，会走草凤去古堡，铜钿万古6,000条铜钿我分马条，陪侬一只金丝帽，铜钿值钱3000条。侬陪我个娑婆年抽掉，6000条铜钿分好少，3000条铜钿拖来找，凡事谦虚到怕掉，侬3000条铜钿分来找，我带侬到中港市场去跑一跑。县令儿所叫来一道道，清出鼓掌他公丈夫高，我要侬那众人面前来回答，我在高发侬看牛头脑，头上帽硬色是金丝帽，滚上门来做钢靠，说到大家心虎毛，滚走弄只鸡瓜雕，弄只好一里年糕8万套，夜里子数在破庙，东南西北4次票把侬到头路。弄得4岁是母女啊了。毛二班多指就是全部由青年女演员组成的戏班，清末出现于京沪等地，以演唱京剧为主。1923年，嵊州籍商人王金水请男班艺人金荣水借鉴京剧毛二班的样式，回乡招收13岁以下的女孩20余人，教授技艺。该女班涌现出施颖花、赵瑞花、涂杏花等名演员。这副科班也被称为粤剧史上的第一副女子科班。就你们小时候练功也这样吧？差不多哦，只是说我们在排练场上，这是舞台更有仪式感哦。而且我相信他们那个小时候练功没有这么大的舞台，一般都是条件简陋，对，比较简单一些。这都是有技巧的名字啊，这叫什么？平转。平转，对。这是拉山膀啊，拉山膀。对，踢腿。踢腿。顺风起。谢谢演员们，谢谢，欢迎粤剧名家吴凤花阿花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情景剧，其实为我们展现的是早期女子越剧班的一个练功的场景了。对，接触到我们小时候练习，这是必修课。这情景应该就是金荣水老师傅，他
率先带着一波男班的老艺人走进上海。那么这些男班老艺人进入上海以后，也是受了京剧《猫儿班》的影响。当时京剧《猫儿班》就是一些女孩子啊，哈。对，看到《猫儿班》的这个京剧的这个影响以后，回到嵊州，他跟朋友就一起创办了第一个女子科班。哦，就是后来嘛，由于男班老艺人的演出的生态，情况不是特别好，逐渐的也就被女子科班的这一波演员所代替掉。刚才你也提到说，最早的时候是由男子越剧来在舞台上呈现的哈，后来是有一段时间是和女子越剧。其实男班和女班它是共存的。作为越剧走到现在，女子和越剧男小生，我们是两花齐放的，并齐开放的。那其实对于很多观众啊，尤其是喜欢越剧的朋友来说，可能就大家更喜欢的是女子越剧在舞台上呈现的那个唯美啊，那个这可能跟我们越剧擅长演的题材有一定的关系，而且我觉得越剧女小生也是有她一些独特的魅力。就像很多人就是在评价我们越剧女小生刚柔相济。您本人就是演导生嘛？对。那您觉得男人来演导生和这个女子来创造一个男士的这样的形象在舞台上，他这个优势在哪里呢？在越剧男小生身上，他与生俱来的那种阳刚之气，是我们女小生要去膜拜的。女小生展现阴柔的这一面，也是跟越剧观众相对女性偏多的这样一个台上台下的关系，还是有不可分割的一些叫连接在一起。这就是百花齐放，对，花满园。那今天在我们这个舞台上，您想推荐一出哪个戏呢？我想推荐我们越剧的一个经典剧目《盘夫索夫》。盘夫索夫这个戏也是从男班艺人的当时的演出一直到现在了。对，一直是观众受宠的，也是各大流派都有演到的，也是一个初学者必学打的基础的这样一个经典的剧目《盘夫索夫》。好，太好了，咱们一起来欣赏好不好？来，有请。谁知所图为伴，望尽来
先生对我是真心意，我岂能赔他一片心？虽无相见，情还情，娘子官人，你当我是哪里人？官人，你不上手甚是礼仪，不是见他自暖牙亲。哦，官人你是暖亲甚是啊！不信张来我笨什么？笨讲啊！笨什么？又将真经书起听，总内是又是妻子又仇人。常言道，逢人只说三分话，离苦且抛一点心。挖龙挖虎难挖克，此人自念不自信。我是许他真心家，未必他心是我心。好吧，莫必来真下而去。免得在此路真情。哎呀，官人转来，官人转来。
去找亲，他真是眼前随时擦来。表兄啊，表兄啊，小姐的忠心。小姐的终身，你到底是娘与不娘？不娘，当真不娘？那有假的。好，那你不要拦我，做什么？我到外面寻死去。你不能去，我一定要去，不能。你答应了？好，你去死，你去死。你是我好去拜天地。表弟实在不尽力，心思你我也枉费。今日王八中结的，公主淑女做娇妻。表弟。我绝不嫁，文秀妃她不娶妻，表里层层姊妹三小姐。这真是忘恩踏杀！只有娘我到后院找亲，我去。怎么，你也不能跪？到底一点难为情。哎，我跪，我跪。小姐呀，小姐，我为了你才表弟跟前下跪，你在跪中何做的辅助我？我知道哦。表弟。
就跪下了。哦，还有一只家。冤家。以我本是表兄弟，这冤家两字从无起。冤家，你再仔细地看看嘛。哦，仔细地看看。哦，莫非你是查什么？查什么？哪里看的？哦，那你听是查夫小什么？小什么？真正岂有此理！哎呀呀呀呀！我说你是查，你说查什么？查什么？哪里看得？我说你是小，你说小什么？小什么？真正岂有此理！你是小姐，冤家，你问什么我啊？小姐。小姐，你是怎样的到此啊？你我乱逢两分开，生死也相诉伤悲，才高楼望尽天涯路，终日里盼君不归，原以为离愁别恨终有情，盼只盼月郎真与巧家归，我为你把天迎走怕今生，黑夜里龙女你母就几无悲，为的是寻找你前郎，趁机随他进京来。得高中，今日夫妻。
1947年，袁雪芬经与人商量，意图通过越剧界联合义演来筹集资金，建造一座自己的剧场，便志同道合的姐妹轮流演出，以期真正推动越剧改革。另外，再开办一所越剧学校，培养新人。袁雪芬的提议得到了越剧界各位名演员的支持。为了表明决心，郑重其事，他们请律师起草了一份合约，在合约上签字。作为发起人的共有10位演员：尹桂芳、徐玉兰、竺水昭、小丹桂、袁雪芬、张桂凤、吴小楼、傅全香、徐天红、范瑞娟这10位发起人，后来被称为越剧10姐妹。姐妹们，陈同志，你来啦！陈同志，我先不知道的，我也来报名参加你也。走嘞，我要以这气仗，作业为主，堂堂正正，作业为神。假如明星大剧院正好有空档，我们可以去联系，在那里同台你也。这是你知道哪里去找阿萨里这本呢？剧，我这里就有好几本。什么戏？我们村上大妈小生3件套，结合动这6个字，给别的15连，15连，而且什么都懂，行当亲戚。我们3姐妹正好各显神色，以彩纷呈。好。10姐妹同年3、5年。谢谢演员们精彩的表演，也欢迎越剧名家方亚芬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看了刚才的这样一个还原啊，我们想到了那曾经在1947年的时候，尹桂芳先生啊、袁雪芬先生啊等等10位越剧舞台上的姐妹在一起举行了签约义演。那当年的这个背景是什么样的？你也跟我们大家再介绍介绍。刚刚看了那个一段情景再现的一个情景剧吧，其实也让我回到了当时我老师跟我今天也是这么做的那个一种情景。袁雪芬先生、对对对，袁雪芬老师经常说，他说当时是时候越剧10姐妹为了要有自己的专门的越剧舞台、越剧剧场，借这个越剧《山河恋》的这个剧本，3剑客改编的，集合了所有可以说几乎吧，在上海滩上越剧台柱子我们现在说领衔主演的一些老师们，他们积极响应。我记得老师说是尹桂芳老师是第一个响应的。尹桂芳老师那时候是誉为越剧皇帝，他的号召力是非常的大。那这个发起人是由您的老师袁雪芬先生发起的哈。对，所以说，在10姐妹当中能够成为一个发起人，他所要承担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利益，还有他承担的责任，还有一个对自己舍得放弃。我听过老先生们就说到那个《山河恋》的故事，就说袁老师当时时候把《山河恋》的角色让老先生们一个个都分配完了以后，到最后没有袁老师的什么事情了，所有的角色都已经派完了。我听说是抽签决定是吗？完了以后他说，袁，你的角色怎么没有了呢？袁老师那时候说，哎呀，我就为大家服务吧。他们说那怎么行啊？你也属于是，当时越剧舞台上的
名家，现在说起来是个名家，编剧特意帮他写了一个皇后身边宫女的宫女，到最后就去送信的。就说现在我们流传的就是《山河恋》送信，现在是跟经典尹桂芳老师两个人一段的对手戏，现在成为了经典。所以冥冥之中，其实很多你所舍去的，可能很多都会流传的。这是一种胸怀，它能够在越剧舞台上面能够成为一个不朽的佳话，其实从他的个性、他的人品、他的为人都是一贯而来的。所以说，没有那些老师们的发起，不可能说我们有越剧10姐妹的这么今天的盛况。那其实对于他们这10位当年的名角来说，是有很大压力的。对对，因为不仅仅他们都是各自剧团的台柱子，还有的演员他们还签约了很多老板，所以说他们要在10姐妹的文书上面签字，不仅仅要对老板有一个交代，更重要的从个人的利益来说，肯定对个人的收入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毕竟他们当中的好多演员都有各自的剧团，比方说像袁雪峰老师他的雪生剧团，有东山剧团，尹桂芳老师的现在的芳华，都是各自剧团当中的台柱子，不仅仅是台柱子，他下面还有养的，就说一批演职人员，所以说他们不仅要冲破很多的压力，还要承担自己很大的损失。为了越剧能够有更多的平台，为了越剧有自己属于自己的舞台，所以姐妹们能够团结在一起。也希望我们后辈能够学习我们前辈艺术家的这种团结一心啊，对对，把越剧艺术发扬光大。对，那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也好，或者是义演也好，可以说影响了之后越剧的发展和形成。对对，1947年，其实一个越剧10姐妹的义演影响了我们几代人，甚至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还是在这些10姐妹的基础上面传承了他们的很多的流派。一共有8个流派，对，到现在还在传承着。对对，严格的说，3位老先生他们过世的比较早，其中2位没有形成流派，比方说萧丹桂跟吴小柔老师没有形成流派，但是他也非常有自己的特点。其中8大流派就是我们现在通俗说的袁、范、傅、徐、尹，还有张桂凤老师，一个徐就是还有一个徐天红老师，还有一个朱派。南京的朱水藻老师的朱派，那这个8大流派现在是公认的。可以说不同的流派有不同流派的代表的作品啊。对对对，但是他们也有很多的共同的剧目。他们可能就是从小听老先生们用一个木表戏来教，但是后来渐渐经过不断的磨合提炼，成为自己的一种保留剧目。其实最经典的一处，是可以说很多的流派都有，比方说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一则戏，几乎可以说小生花旦，各大流派的都有，都有演出的合作的对手戏，包括后来产生的流派也有梁祝。对，比方说我们后面产生的七臂派也有梁祝。都在演绎这样一个故事。首先，这故事人人都喜欢，对老百姓喜欢。对，再有就是唱腔旋律好听。对，主要是它的民间故事一直是流传到现在，而且大家都对爱情有一种美好的向往。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对。那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咱们就共同来欣赏越剧《梁祝》当中的18相送。好，8个流派共同演绎，好不好？好，我们用掌声欢迎他们。
亲母也亲随堂，鸳鸯成对有人上，配鸳鸯配鸳鸯，可惜你因内不是女红妆。本期节目，角儿来了，走进粤剧之乡嵊州。在古戏台上，听名家解读粤剧115年的时光密码。新中国第一代粤剧男演员史继华深情讲述粤剧起源时期男扮艺人如何开辟一片天地。粤剧名家吴凤花带您回望第一支女子粤剧班社的前尘往事，听粤剧名家方亚芬叙述从粤剧十姐妹到粤剧13流派的传奇往事。江南小镇最美人间，回望来时路，共商赴前程。听粤剧名家赵志刚讲述恩师尹桂芳先生的芳华情缘，听粤剧名家毛维涛回忆那些年他们与电影《舞女拜寿》的光影岁月。名家名段异彩纷呈，更多精彩，下期敬请关注。角儿来了。